繼續來看，民眾黨雲林縣黨部的前主委林靜冠，頂個月才宣布退出到民眾黨，無夠一個月就接受到民進黨的徵調，參選到雲林縣的縣議員。林靜冠佇個面冊來鋪文，講伊過去傷過天真，所以選擇回到價值同款的民進黨。啊，民眾黨的立委蔡春潮講，兄弟爬山祝福伊。 2023年，民眾黨雲林台灣選立之友會成立，創黨主席郭文鐵落南出席活動，同時對離身軀邊就是前雲林縣縣黨部主委林靜冠。在頂個月18，伊甲這屆林淑芬雄雄宣布退出民眾黨4月2日，佮宣布講要接受民進黨徵調，參選雲林縣議員。 林靜冠佇面冊有寫講，過去佇民進黨的體系累積政治經驗，幾當前因為相信第三勢力該加入民眾黨，卻發現白營強調的價值一一的破滅，無願意繼續徛佇一個違背初衷的政黨，所以講選擇回到價值同款的民進黨，並且接受徵調，投入雲林縣議員的選戰。這擺民進黨佇雲林縣第一選區發生提名4個，已經提名江文鼎、林君力、廖旭賢。 要過幾次，所以講定調回歸民進黨的林靜冠。我們還是期待說，可以有更好的人才來為黨為地方來做事情。那這個然後也替民進黨可以再多爭取一席議員的這樣的一個空間嘛。沒有去思考說所謂的什麼綠白合這個問題的存在。因為林靜冠呢，前陣子才參加台灣民眾黨的一個議員參選人的一個評鑑會哈。那林靜冠呢，在我們的委員會裡面呢，一直強調他對於台灣民眾黨是非常的忠心，不遺餘力的付出。今天呢，看到這樣的一個消息呢，我非常的錯愕啦。 過去的黨內同志投靠民進黨要參選接任民眾黨雲林縣黨部主委的立委蔡春潮，表達遺憾甲祝福。雲林縣2026，民進黨甲民眾黨的競爭嘛引起關心。Hello， 我是張新文，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